小孩成長時能否考第一或課外活動係否攞獎並非最重要，重要在於性格不能太極端。比方妒忌同學而撕爛同學嘅作業，覺得老師偏心同學，憤而刮花。老師嘅汽車喺美國因被老師罰留堂，喺仇恨下第二日偷偷帶父親嘅手槍回校，一槍打死老師。上一篇提到，因為缺乏老師或老闆獎勵，即係多巴胺 dopamine 不足，人便會鬱鬱不樂。但若睇見其他人受到老師或老闆獎勵，便會妒忌。但若自己本來應該有但被否定，呢個便非常之憤怒，繼而仇恨。小孩若小小年紀便充滿妒忌、憤怒同仇恨，長大後肯定出大事。呢個時候單單用牛黃素提升多巴胺不足以處理負面情緒，而要透過提升血清素 serotonin 又叫 5-HT， 令腦垂體分泌 oxytocin， 增加對人嘅關愛。具體上靜坐、深呼吸或按摩肚皮或食丁酸鹽。